上新上拍拢伫遮，上好听、上经典的嘛伫遮。经典团体，当摇滚遇见嘻哈。为2011年到今嘛，我去过足侪所在，然后我们得到的一个经验，这个经验就是讲，越在地才是越国际。唱片公司要甲你签约，你是毋是爱摕你的身份证去签合约？阿吉啊吼，甲北当的，因两个的身份证伫灯泡。唱迄阵咧做灯店，咧做灯店，啊拄哦，迄摆动甲激动。无啦，你是阿伫我家。每礼拜请准时收看。上拍台湾歌。恁去借迄10万来创啥？生活，你拍片，但就久诶。你那当时公司在要甲你发啦，一星一人摕20万的机票啦。对对。我合约都无看，我马上签了。因为你都不用看吗？我看不用看了，我没看过那么多钱。每礼拜请准时收看。上拍台湾歌。